真係錯有錯着，因為一時大意落錯咗船，結果喺提洛斯島 Tinos 短暫停留咗一陣。不過呢場意外反而變咗驚喜，亦都算係一種緣分。呢度保留咗希臘海島最原始嘅節奏，被公認為希臘最好嘅美食目的地之一，絕對值得專登返嚟住返2-3晚，睇下海吹下風，感受一下希臘式休閒。米克洛斯係精緻同視覺震撼嘅代表，呢度係全球名流網紅嘅聚腳點。米克洛斯嘅物價係希臘海島中嘅天花板，甚至貴過聖托里尼，食物價錢比雅典或者其他普通小島貴1至2倍。物流成本固然高，雖然個個島都要靠船運貨，但係米克洛斯嘅租金同人工係全希臘最高嘅。最後呢啲開支梗係由遊客埋單。傳說中呢度係宙斯大戰巨人族嘅地方。島上面隨處可見嘅大嚿飛石，據聞就係當年戰敗巨人留低嘅骸骨。小威尼斯係米克洛斯島上面最浪漫，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，亦都係睇日落嘅最佳位置。之所以叫小威尼斯，係因為呢度嘅建築全部都係貼住海邊嚟起。18世紀嘅排屋，最特別係佢哋嘅彩色木造露台，同島上其他純白小屋唔同。呢度嘅窗框同陽台用咗好鮮豔嘅紅、藍、綠色，當年住嘅全部都係有錢商人同船長，係名副其實嘅豪宅區。傳說當年住喺度嘅商人同海盜，為咗可以快手將海上嘅貨物或者搶返嚟嘅戰利品搬入屋，所以特登將屋起喺水邊，仲設計咗一啲可以直接通去地窖嘅海側入口。
嗰啲兜嚟兜去嘅巷仔咧，其實為咗防禦海盜啊。喺18世紀海盜橫行嘅年代，呢種專登整到好亂嘅地形，可以令唔熟路嘅海盜一入去就冇晒方向感。相反，熟悉地形嘅島民就可以穿梭自如，伏擊海盜或撤退。所以話呢度唔係亂咁起㗎。島上嘅親善大使提胡佩德羅經常出現喺小威尼斯一帶嘅餐廳門口。第一隻佩德羅係喺1958年受傷，被當地漁民救起。好返之後，唔單止冇飛走，仲決定喺度定居，每日喺碼頭行嚟行去揾漁民攞魚食。1986年第一代佩德羅去世嗰陣，全島居民都好傷心。後來為咗延續呢個傳統，美國前第一夫人 Jacqueline 都送過鵜鶘嚟米克洛斯島，所以直到今日，你依然可以喺島上見到呢啲榮譽公民喺度巡視業務。鵜鶘之所以可以喺呢個咁乾燥嘅海島生存到，全靠當地人嘅悉心照顧、漁民嘅投餵同埋島民嘅包容度極高。佢哋可以隨隨便便行入餐廳或者鋪頭，雖然每一隻鵜鶘都有自己嘅名，但係島民同遊客都係鍾意親切咁叫佢哋做佩德羅。
呢座起喺海邊嘅風車係米克洛斯島明信片上最常見到嘅地標，最初其實係麵粉工廠嚟嘅。當年米克洛斯島處於愛琴海航道嘅關鍵位置，加上成年吹住強勁海風，威尼斯人就喺度起咗呢啲風車，利用風力嚟磨碎附近島嶼運過嚟嘅穀物，磨好之後再供應俾經過嘅商船。隨住工業革命同埋蒸汽動力嘅出現，呢啲風車喺20世紀中葉正式光榮退休。到咗今日，佢哋已經轉型變咗做博物館或者私人住宅。小威尼斯嘅日落係愛琴海最浪漫嘅，對於攝影發燒友同埋旅客嚟講，呢度嘅黃金1小時絕對唔可以錯過。企喺同海平面差唔多嘅高度去迎接日落，成個天嘅色彩層次極之豐富。Manusia mulia, namanya